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師兄講馬，專飲頭啖湯。咁賽事咧就嚟到2025年11月12號嘅跑馬地賽事啦。咁之前咧好多朋友都會問師兄，究竟你點樣揀馬㗎？其實咧你要我認真講關於我點揀馬咧，其實真係可以拍一集同大家講啊。但最近真係有啲忙，咁遲啲咧得閒咁我拍翻一集乾貨俾大家啦。咁就好似啱啱嘅星期日咁啦，咁其實明明咧頭嗰幾場都係連場爆大冷啊，熱門失蹤，潘頓失蹤，咁點解我都係會喺群組度同大家講，喂，呢隻原力寶係一定要買嘅喎。嗱，咁其實咧就係關於個試閘表現。咁講開群組咧，嗱，麻煩大家而家先喐你哋嘅手指先，訂閱師兄講馬呢個頻道，點讚留言及分享呢條影片出去。嗱，同埋咧不妨掃一掃螢幕上面嘅 QR code。加入我哋免費群組一齊玩，其實每個賽日咧，我都會喺群組為大家提供大量嘅分析嘅。嗱，咁睇翻個閘啊，嗱，如果大家真係想睇試閘嘅，其實不妨睇下原力寶嗰一課閘啊。你睇下騎師係點樣撳住隻馬，但係隻馬咧係自動波揾位穿插而上。嗱，咁其實呢一類嘅馬咧，係喺我自己揀馬策略度咧係會打粒星。嗱，咁啊唔講咁多呢啲乾貨住啦，咁啊講住咁多先啦。嗱，咁我哋不如即刻入正題。咁啊，2025年11月12日嘅賽事啦，咁頭場5班谷草1650米，1號馬和道威、布文、大衛希斯嘅組合，副榜135磅，排過12檔。嗱，咁上仗傳嚟夜宴咧就俾人由10.8倍咁啊打到4.7倍啡格開跑啦。咁結果入直路彎嘅時候咧，咁啊俾隻勁進勇士外閃搞到隻馬勒鼻啦。嗱，咁但係你睇翻其實佢最後直路望空咧衝勢，我覺得都係一般嘅啫。咁最後咧就輸3又4分1個馬位過終點，咁表現我覺得就少少失望啦。嗱，咁今次初落5班，咁啊轉跑谷草1650米，換上布文。嗱，咁班次配搭上咧係有提升嘅，咁唔好彩啦，抽個12檔最外檔。咁預計呢隻馬咧早段都係要留喺後邊啦，最後就鬥把一段啦。形勢上咧就輸蝕㗎啦。咁啊，我自己今場就要唔到嘅。2號馬美麗歡星、艾少禮、告東尼，副榜134磅，排過8檔啊。嗱，咁馬匹谷草1650米咧，成績表現咧就相當準成㗎啦，合計獲得2冠2亞7季嘅成績，咁接近50%嘅上馬率㗎喎。嗱，咁而今場咧就首次落5班，咁啊跑翻首本路程啦，級數上係高晒㗎啦。但係告東尼馬房咧最近成績實在係差到離譜，咁其實睇翻近呢半個月都只係攞到一個第3嘅啫。咁所以我自己就級數佔優，但係冇辦法啦，馬房成績差調低一格，最多都係我今場嘅第4選嘅啫。3號馬瑞炸、霍宏星、蘇偉賢，副榜134磅，排過2檔。咁上場咧就跑4班谷草1650米，賽前又係俾人打到啡格㗎，由16.2倍打到7.4倍開跑。咁啊馬匹組段啦，咁啊跟住放頭馬，咁啊800米處上前就力逼嘅領放馬啦。但係咧其實你睇翻個直路彎嘅時候咧，嗰個位置已經都難以保持啊。咁最後200米明顯力弱㗎啦。咁最後咧就輸俾頭馬5又4分3個馬位，咁其實表現就一般啦。咁今次初落5班，排個2檔咧就表面條件其實都唔錯嘅，咁但係其實你睇翻個同程四戰咧都輸晒嘅。咁級數上有着數，檔位有着數，咁我諗我最多都係4連麻正常彩做下配腳啦。嗱，4號馬無極勇將周俊樂、尤達榮，副榜132磅，排過5檔。嗱，咁呢隻無極勇將咧上場咧就5班同程，佢出閘唔快嘅，咁但係咧佢走到個內搭中間位置，咁其實咧全程慳晒啦，入直路彎都慳晒㗎啦，咁慳咗腳程入直路之後咧，嗱，一望空俾落去咧就一衝而過㗎啦。大勝咧再出都有好表現嘅魔法出第3又4分3個馬位喎。嗱，其實贏馬姿態嚟計咧就好出色嘅。咁賽前咧又仲專登試多課大閘，咁馬房打黃牌，所以今場咧3甲我點都會要翻佢一隻㗎啦。5號馬勝在有型，鐘奕麗、葉楚航，副榜132磅，排過10檔。嗱，咁近2仗都排過跑12名啦，咁啊冇乜好睇㗎啦。今場仲要增程排10檔，形勢又唔就，氣量要估，咁呢隻就唔多講啦，咁啊要唔到。6號馬幸運福星，潘明輝、毛偉傑嘅組合，副榜130磅，排過3檔。嗱，其實前仗5班田草1400米咧，嗰個第2水準係唔錯嘅喎。咁啊，同場對手嘉應威風星期日再出就即刻贏馬啦，悠乾君都跑到個第3啦，再出。咁而睇翻呢隻馬咧，其實個跑法就相當主動。今次排個3檔咧，理應佢係今場嘅放頭馬嚟㗎啦。咁啊睇翻隻馬咧，就10月到而家咁其實已經出賽4次啊！嗱，我自己就擔心體力嘅問題嘅，咁所以但係跑法主動馬啦，我覺得最多呢場佢4連麻4重彩做下配腳啦。7號馬朗日雪風。
蔡明紹、方嘉柏副榜129磅，排個4檔啊！嗱，呢隻朗日雪峰咧，今季表現咧真係直線下滑，咁啊全部都雙位數名次噶啦，咁啊仲要講緊輸10幾個馬位，咁啊冇咩好講啊！呢隻飛啊直接8號馬快樂老窩。潘頓、貴福特嘅組合副榜127磅，排個7檔。嗱，咁貴福特馬房嗱，啱啱星期日啦，就憑隻安裕省晒招牌啦。咁啊，而且你睇翻呢個馬房咧，其實暫時咧佢個策略其實你見佢都係唔好唔出嘅。咁我覺得係可以信賴嘅。嗱，咁講翻呢隻馬啦，呢隻快樂老窩上場就跑5班田草1400米，排個13檔，咁啊留前鬥後追啦，咁追翻個第3。但係你睇翻個走勢咧係相當好嘅喎。咁你睇翻同場對手啦，嗱，嘉應威風、進先生啱啱星期日已經贏馬㗎啦，美神來江南勝，咁呢兩隻都跑到個第3嘅，咁所以其實呢場即係呢一個組別咧，其實都算係強組織㗎。咁再加埋今場再換埋潘頓啦，咁點都我覺得馬房大想搏到贏為止㗎啦。咁所以今場咧三甲點都要翻9號馬龍佑生、董明朗、呂健威副榜126磅，排個9檔。咁啊生涯12戰全敗馬，排9檔。咁啊騎師董明朗咧，你睇翻個禮拜星期日嘅表現啦，其實真係相當差。連場塞車嘅，咁我自己覺得佢今個馬季咧，直頭係騎到連自信心都冇咗啊！咁所以我呢隻真係要唔到啦。10號馬領創動力麥道朗沈集成副榜123磅，排個6檔。嗱，咁麥道朗回歸一定係我哋馬迷想見到㗎啦。咁呢隻領創動力上次就跑全泥夜宴啊，跑翻個第3，其實表現係合格嘅。咁賽後咧就馬即刻安排拍跳㗎啦，咁啊都係想保持狀態啦。咁而且呢一隻馬咧，其實最好路程嘅成績咧，其實就係呢一程啦。生涯其實呢隻馬攞過3亞3季，其中咧3亞2季都係呢個路程攞得嘅。咁啊今次換埋麥道朗上陣，希望有麥道朗騎功嘅幫助啦。咁今場我三甲預佢一直嘅。11號馬勁爽，楊明倫、丁冠豪副榜121磅，排過1檔。咁啊前仗跑5班谷草1650米個第2咧，其實表現咧就相當唔錯嘅。咁啊憑佢1檔之利啦，早段啊貼欄前置嘅。咁最後咧就僅輸俾放頭贏馬嘅堅多福4分3個馬位嘅啫。咁而同場嘅對手嚟睇翻啦，贏到爆啊，領創動力啊，堅多福其實再出都有好表現嘅。咁今次又好彩俾佢抽翻個黃金1檔啦，跑得好嘅話咧，嗱絕對係今場有威脅嘅分子嚟嘅。嗱，但係我考慮到嘅咩咧，就係丁冠同馬房啦。咁馬房表現真係好飄忽。嗱，好似啱啱禮拜日啦，又係馬房鎮倉寶小鳥天堂吹到話要爭分跑4歲系列都可以搏失嘅。嗱，我對馬房嘅信心就真係冇乜噶啦。咁所以呢隻馬咧，我最多都係4連環4重彩做配腳之選嘅啫。12號馬銀皇輕標梁家俊、羅富全嘅組合副榜121磅，排過11檔。嗱，咁呢隻表現失望馬啦，咁啊出賽20次都係得過一個第3嘅啫。咁再加埋咧呢隻馬咧，之前又做過喉部手術去矯正個呼吸問題，仲要排過11檔。咁啊表現成疑啦，健康成疑啦，形勢不就啦，咁啊飛得噶啦。咁所以今場咧，我嘅選擇就係4號馬無極勇將、8號馬快樂老窩、10號馬領創動力。咁啊祝大家贏多啲。